台南有一团被30年的舞蹈教室第二代刷落来去接手了后呢，把这个团名改做鸡西亭。这几年因为也对咧推广儿童美学，结合着这块传统歌谣办夏令营，和艺术文化对囡仔的生活开始定基。对固定音乐的旋律，细汉囡仔学海影、念咪管、念咪歌，佮加放一寡素音乐的元素，大家是算甲叽叽叫。有一寡教授可能因开课会感觉讲人和人之间会当竞争比赛，而且会当学到一寡态度，我感觉这较重要。台南这间生活舞蹈教室叫鸡西亭，前身是花溪队舞门，是当地老牌的舞团。主本是民俗舞出身的艺术总监柯春香老师伫咧教，即阵传到第二代。查某囝做编导，负责写剧本、做导演；也那后生地夫啊是小朋友囡仔，斗阵传承这团要30年的舞团，也甲伊真做是实践儿童美学的基地。咱的台湾文化就是生活，囡仔来遮啊，感受到的、接受到的训练是无共的，一寡心理较有深度的物件。所以，阮伫教因跳舞进前，嘛教因搓汤圆，然后小朋友刚刚就趣味，互因认识台湾的节气。伫咧遮无升学的压力，老师带囡仔自然探索。就连教课的老师 Johnny 也是台南囡仔，10年前对国外返来台湾发展。我会希望用在地的文化、在地音乐的美学跟在地的律动，再加上可能日据时代台湾对日本的一些印象，去编排这些东西。老剧团新生命，这阵对生活甲文化拢真痴迷的人，又搁伫咧拍拼，伫咧台南找找搁较侪台湾味。记者阿敏晶、罗维祖台南报道。